第5章起厝日记1659年9月30，我可能阁不幸的转变成库鲁索，伫一场可怕的大风雨中船出事，来到这个荒凉的海岛，我加叫做绝望的岛。所有和我共船的同伴拢隐死，我嘛险啊死。规工我为家己的悲惨处境底心肝艰苦，也就是我无食物、无厝、无衫裤、无武器，嘛无倒位通走闪，无得救的希望，干焦剩死路一条。毋是互野兽吞食，互原住民杀害，就是因为无通食，活我枵死。天暗的时，因为惊有野兽，我爬起伫树仔顶困。虽蒙规暝落雨，毋过我困甲真落眠。10月初1，早起醒来，互我着一惊。我发现迄只大船因为海中浮起来，搁飘到较我岛边的山地，这互我感觉安心。一方面是因为船还规只停，无破去。我希望等风影较细的时，我会当上船，摕我食物和必需品来救济家己。另一方面，这阁引起我对死去的同伴感觉悲伤。我想，当初阮若拢留伫船顶，凡说会当保留这只船，也是讲上无因袂像搭安尼已经隐死。若是讲大家拢得救，阮可能就会当顾这只大船留落的材料做一只小船，通好载阮到别位去。我的心肝规工拢为遮的事底滚甲。后来发现船无安怎食水，我行到较我船的沙坡，为遐收水起爬上船。即天雨嘛落无停，毋过无透风。10月初1到10月24，即几天我经过济座上船，为遐尽量甲一切我搬会动的物，顾摆仔伫中流的时温上岸。即几天嘛够雨，虽蒙有时咱雨好天，看起来即阵才是雨季。10月20，我冰岛摆仔含放伫顶面所有的物，加载，因为这是伫浅水的所在，遐的物嘛不止啊重。伫退流以后，我捡转其中的大部分。10月25，雨落规暝日，有时吹大风。即中间大船破去，散开，风吹甲比以前搁较大，已经无看的船。干焦伫退流了，看到一寡破屑仔。规工我伫无用整理含欠我搬转来的物件，免得互雨压歹。10月26，我伫海岸行规工，伫找徛家的所在。我足关心安全。爱会伫保障暗时袂互野兽也是人的攻击。尾暗的时，伫一个石壁的面，我找到适合的地点，就伫遐画一个半圆做起坐的范围。我决定买伫遮固双排漆仔牵缆索，搁伫外面砍草皮来建一个那围墙仔是碉堡的工事。为热力到30，我足拍拼，甲我所有的货搬到新住所。虽蒙迄中间有时阵雨落真大。31迄早起，我早冲出去，行到小岛较内面的所在，去找食物，嘛四界探查一下。我拍死一只山羊母，伊的羊仔囝煞缀我转来。后来羊囝我嘛加刣，因为伊毋食物。11月初1，我伫大石骹搭布棚。第一暗就伫遐过暝，我尽量甲布棚搭大，搁顶漆仔，好通挂我的吊床。11月初2，我甲所有的箱仔、房仔含早前做摆仔的茶几，用我画的半圆形内围做一个围墙，作为我的防卫工事。11月初3，我早冲出门，拍到2只哪鸭的野禽。肉真好食，会当动手做一块桌仔。11月初4，今仔日早起，我开始计划时间的安排，做工课的时间，
早穿出门的时间、困的时间和消遣的时间，也就是逐工早时若无落雨，就早穿出门2、3点钟，转来了搁做工到11点左右，然后有啥食啥。12点到2点我困到，因为天气非常热，然后尾暗的时搁继续做工。今仔日和明仔载的工课拢是伫做倒仔，因为我做目的手艺摇摆，毋过时间和需求会养成我熟手的技术。我相信，就讲是别人，嘛是会安尼。